迄个高雄红线黄埔新村是目前台湾保存上界大，而且是上界完整的眷村。高雄市政府嘛，甲订立做文化景观，也因为讲伫咧眷村内面四界拢是旧的电火条啊加电线，民意代表甲里长想要争取甲电线做地下化的。不过，也有村民认为讲，即款用茶做的电火条啊真特别，应该爱保留掉的。 红色铁门、旧厝、佮规排大树，红山黄埔新村是台湾上早嘛是保存上完整的眷村。不过，一支一支旧的电火条徛伫路边佮巷仔口，看起来乱糟糟。台电提出计划，按算要甲64支电火条地下化。影响层面比较大的，可能就是进入口这边我们电源引进端的那个开关箱可能，这个体积看起来是比较大我们会跟文化局这边来协调，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当的位置啦。立委23邀请各单位伫现场会勘协调，讨论未来电箱放倒位，4000万经费由台电甲公务局做伙出。不过，村民认为这种柴电火条有眷村历史意义，会当保留。那上面就会有麦克风。 那这个喇叭就是在通知所有住在这边的村民的一个重要讯息，所以电线要地下化，但是电感要保留一些做在地文化景观的装置艺术。电感地下化，因为其实有不同的声音啦。那至于说这个东西要不要落地或下地，我们是认为还是需要经过一些讨论。黄埔新村推广以住代户，已经有45户经营民宿、餐厅等等。 后个月，阁增加22户，大门口主要道路的工程，按算年底会成完工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